歡迎收睇《自創未來》。古時人類可以依靠北斗七星呢個北半球重要嘅星象嚟辨別方向同埋季節。時至今日，現代人嘅衣食住行亦都需要精確嘅定位同埋導航。有本地科技教育公司早前組織15間香港中小學去到廣州參觀認識全球其中一個提供完整衛星導航定位服務嘅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架車可以夾到嘢啦，可以推，可以自己設計你架車啦。例如有啲天災啊，咁嗰啲消防員咧未必可以自己去親身去揾，仲可以運用北斗衛星嘅系統，可以偵測到人體嘅位置，可以等消防員可以更加準確，同埋可以更加快捷咁樣救出人命。呢班學生正係以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編程嘅機械車，模擬喺地震災害發生之後進行應急救援行動。LSE 加油！佢哋要同超過20間嚟自粵港澳大灣區嘅學校競賽，執行災區定位、救援、道路清理同物資運送等多項任務，從而認識同掌握北斗衛星嘅科普知識同實際應用。我都見到好多學校咧，佢哋喺有唔同嘅策略嘅。咁啊，譬如佢哋嘅設計方面啦，都好特別啦。咁另外就係見到佢哋嘅分工亦都係同樣地好明確啦。佢哋好清楚知道佢哋每一個同學仔嘅角色係乜嘢。有啲人需要去做解碼員，去處理一啲嘅信息，咁從而得出嗰個最尾佢哋有呢個嘅安全嘅位置係可以擺到個人質嘅。而有啲同學仔需要喺操控一啲移除啲嘅障礙物啦，或者係操控架車去走入一啲嘅好暗嘅隧道裏邊啦。現時全球有4個提供完整衛星導航定位服務嘅系統，除咗北斗之外，仲有美國嘅全球定位系統 GPS、俄羅斯嘅格魯納斯、歐盟嘅伽利略。而北斗係20世紀後期中國因應國家安全同社會經濟發展等需求，自主研發、獨立運行嘅衛星導航系統，目前用戶遍佈全球。北斗衛星可以喺冇地面網絡覆蓋嘅災區、海上遇險或荒漠地區支援應急通訊、搜索救援等需求，亦可以應用喺現代智能手機入邊嘅地圖定位、電商同運輸公司追蹤物流位置等民用甚至軍用等層面。國際上的這邊呢，我們正在大量的推進規模化應用。就是我們國內呢，現在剛才說到有這種企業有2萬家企業，而且相當一部分是在我們的大灣區這邊，就是深圳，就是粵港澳這個區是我們的5大聚集區，就是北斗產業的這個聚集之一。同全球其他衛星導航系統唔同，北斗系統由空間段、地面段同用戶段3部分組成。喺太空嘅空間段就採用3種軌道衛星組成嘅混合星座，由地球靜止軌道衛星、傾斜地球同步軌道衛星同中原地球軌道衛星等組成。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北斗的一個星座模型這麼一個模型。但實際上這個模型也看它還不完全是北斗3號的，它應該是北斗2號的模型。這個衛星真正直接對着我們的地球這個位置，你在你頭頂上，這個衛星永遠在你頭頂上。這是美國別的星座這個衛星那個系統不具備的。那麼 GPS 呢，它本身是一個只有一個軌道有24顆星的這麼一個系統來用。而且我們北斗的這套系統呢，我們在空中現在最少有45顆星那麼這個密度加起來一定是更大更高的而且我們3個軌道呢，不同的軌道，然後觀測到不同的這種任務對我們的導航的精度密度都有非常大的提升。高軌衛星更多，抗遮擋能力強，係北斗系統嘅特點。毛曉金補充，喺低緯度地區，北斗嘅性能優勢更為明顯。佢又話，每一粒北斗衛星都會有原子鐘作為佢嘅心臟，
展開嘅太陽能電池板就係用嚟吸收同轉換太陽能，維持運作。亦有天線負責發射同接收，同地球對話。這個實際上就是一個北斗衛星的模型。這個模型呢是比較簡化的模型啊，它實際上是北斗2號，北斗3號要比它複雜得多啊。這太陽能這個板啊，一些傳感器和發射器這些內容哈。北斗3號的是更複雜，內容更多。呢啲衛星會分工合作，除咗不停環繞地球奔跑，固定喺天空嘅某一個定點上，亦會喺特定區域上空沿預設軌跡運行，強化服務性能，為全球同唔同區域佈下天羅地網。透過由唔同軌道衛星組成嘅混合星座，衛星發射信號之後，地面用戶接收，系統會測量信號同至少4粒衛星嘅距離，推算用戶所在嘅經度、緯度同高度，得出用戶嘅坐標位置。編程是個比較高的一些內容，那我們一般普通的人也得有啊，你得會玩手機啊，會開各種電器啊，會這些對吧？知道這些功能是幹什麼用的呀？這都是科普的內容。有些裡頭，他在科技上頭有興趣的，包括對航天呀、對什麼軍工啊、對什麼有興趣的話，他可以自己提升自己去發展。國家級嘅專家啊，或者係技術啊，我哋都比較好難去接觸呢啲嘅。咁但係透過本地嘅創科企業去幫我哋去做一啲嘅聯繫啦，去 line up 翻內地嘅科研單位同埋本地創科企業同埋學校3方面咧，咁其實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益處嘅。潘嘉陽所任教嘅中學近年積極發展科學科校本課程，鼓勵學生探索式學習太空科學等單元，回應教育局配合國家嘅科教興國發展戰略。有中學校長就認為，隨住內地科技發展，喺航空工程、智慧城市同新能源等領域持續推動科研，將為年輕一代帶嚟更多職業發展機會。期望學生多參加呢一類交流活動。喺大灣區嘅地方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土壤，俾佢繼續。即係如果佢係對科技、對科研有興趣嘅話，佢會睇到即係大灣區啦，國家嗰種嘅科技嘅自信，嗰種嘅發展案咧，我諗對佢嚟講就會係會明白到原來佢第日喺呢一方面嘅時候咧，即係國家啦、內地已經提供有好好嘅條件俾佢可以去繼續啦，嗰個發展呢一方面嘅知識啊、技能啊。有份創辦呢個活動嘅南越航空航天科技創新研究院係國家航天局嘅直屬研究機構，除咗係商業航天、科技同文旅等綜合創新性研究院，亦為青少年提供科技教育嘅平台。今天很榮幸啊！北斗衛星系統同氣象衛星等發展應用係院方近年向公眾普及推廣嘅範疇。第一個交流，第二呢，我們的成果也是可以共享，而且呢，在科技教育有些自主研發的課程啊，比如像我們現在的北斗編程大賽、坐火星車的編程大賽，我們通過這幾年把各種的標準規範，還有呢內容設定好了之後，我們可以大範圍的向其他的學校、其他沒有接觸過的平台去輸送。我覺得這個呢是作為一個雙方交流的一個課程研發到最後的落地應用推廣產業化的一個很核心的內容。我們國家航天，其中裏邊的氣象衛星發展的歷程的艱辛與現在的達到的成就。其實我今天帶着專家過來是讓孩子們追星的，我們希望孩子們追的是科技之星。追的是氣象衛星，大家生活當中感覺跟航天很遠的距離，其實航天跟生活很近，衣食住行跟航天有關係。呢日李輝哲邀請咗中國氣象專家嚟到香港一間中學交流。
學校亦舉辦全港第一個以中國航天北斗及氣象為主題嘅 STEAM 航天科普體驗日，亦讓學生學習北斗衛星導航車編程等科技知識。香港的孩子其實我覺得他的創造性特別好，他的思想的全體的維度不一樣。那我覺得通過專家通過去帶，很快的能把孩子們的這香港孩子的積極性更好的調動起來，讓孩子們去傳承北斗精神、北斗的創新，還有北斗的應用。學校為配合教育局2027至28學年推出嘅中學科學課程更新，今年率先同本地嘅創科公司合作，研發結合北斗、人工智能同物聯網嘅教學套件，設計結合科學、數學同電腦等科目嘅跨學科項目，讓學生動手實踐，同時切合社會嘅發展同需求。北斗系統咧，其實都已經用咗26年嘅啦。當中咧，其實呢一種堅持不懈嘅科研精神咧，係正係我哋想俾學生嘅傳遞嘅一個核心價值嚟嘅。咁另外咧，仲有就係咧，其實我哋可以咧係結合到生活嘅實例咧，係去進行教學啦。過往咧，大企業咧先至能夠接觸到嘅一啲技術咧，咁而家咧好開心，我哋嘅中學同學咧都已經可以咧係用嚟咧開發氣象 AI 嘅聊天機械人。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北斗衛星導航車嘅編程啦，都注重培養佢哋嘅解難能力。而呢啲咧就正咧係體現咗 STEAM 教育最核心嘅精神啊，就係用跨學科嘅知識咧去解決現實嘅問題。歡迎返嚟自創未來。政府近年積極推展數字教育，包括優化中小學銜接嘅資訊同埋科技教育課程，引入企業資源，推動教育界探索同埋應用人工智能同埋前沿科技。今集就請嚟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建威 Albert 同我哋分享下對 AI 教育發展嘅見解啊 ！Albert 歡迎你啊！係你好，咁我哋咧近年咧見到學校嘅課程咧都加入咗一啲數字教育嘅工具同埋人工智能嘅應用啊。你觀察到目前學校嘅應用 AI 時候主要趨勢係點咧？可唔可以分享下？我諗即係如果你講 AI 咧，其實都好多年㗎啦。咁AI 嘅教育喺以前就比較少啲，因為都係個比較高科技啲。咁但係早1-2年出現咗呢個生成式 AI、GAI 咧，咁相對嚟講就比較易入口啲、易入手啲。咁所以好多學校都喺呢方面咧就開始會教學生去用啦，同埋都容許學生去用嘅。可唔可以具體講下嗰啲 GAI 係啲乜嘢嚟嘅咧？如果 AI 以前講咧，就可能係好高科技，就係講緊我俾一個物件你認，你究竟佢係貓定狗啊，係一個嘅企鵝定係白兔啊之類嘅嘢。咁但係嗰啲咧，其實可能真係喺個我哋叫創科發展裏邊會用多啲嘅。咁但係其實 GAI 咧就去生成個內容，譬如話我真係中文作文，你俾個題目佢幫你做一篇文出嚟，你叫佢寫封信，佢幫你做得到，你叫佢解個數學題佢做得到。咁係呢方面咧，反而就調翻轉嚟，去到各科都應用得到咧，咁個涉獵層面就會大啲。你觀察到喺成個教學裏面有啲咩障礙係要克服嘅咧？例如係啲技術門檻啊，或者係傳統教學觀念，會唔會係都有啲困難咧？技術門檻咧，其實隨住個時間一路去發展咧，我見到係越嚟越簡單嘅。咁呢個門檻相對低嘅。咁我覺得係頭先你所講啦，就有個心理嗰個關口啦。即係老師會覺得，哎呀，而家啲作文啊或者數學啊，原來學生唔使自己識嘅喎，佢喺個平台上高去做已經得啦。咁我哋檢視嗰個嘅其實學識學習嘅時候，究竟學生自己本身嘅能力啊，定係唔係咧？喺呢方面要留意多少少。咁早前咧，施政報告提到咧，就預留咗20億嘅優質教育基金去支援中小學嘅數字教育嘅。並且會喺出年咧發表一個中小學數字教育藍圖咁樣啦。你覺得對香港未來嗰個教育發展有啲咩具體嘅意義咧？當然係好啦，即係啦，呢個藍圖咧未出啦。咁我哋喺教育界，我哋好期望個藍圖能夠幫到我哋好多嘅。咁對於一個政策，對一個咁影響深遠嘅科技嘅話咧，其實你見到唔單止教育，各行各業都受
緊影響。如果喺教育界上高冇一個嘅目標方向嘅話咧，其實對我哋嚟講係好麻煩嘅，因為各間學校有各間學校嘅做法，小學同中學嘅唔同嘅做法，咁可能會對個銜接啊，甚至乎對大家出嚟將來社會上高學生嗰個素質咧，會有啲嘅好大嘅分別嘅。咁你哋睇即係最好嗰個目標同方向大概係點樣會比較一致啲啊？我諗第一就係要能夠話到俾學校嘅老師知嚇，一個學生其實喺唔同嘅年級，或者甚至乎我哋講唔同嘅 key stage 啊，即係講緊小一至小三啊、中一至中三啊之類，佢完成咗個 key stage 嘅話，其實佢應該有啲咩嘅能力咧，以便我哋喺制定課程嘅時候，原來佢離開中三嘅時候應該就有呢個能力啦。咁我哋可以喺個3年裏邊 plan for 我哋嘅內容 ，OK。咁第二咧，我諗就係喺個支援上高咧，能夠令到個老師咧喺呢方面佢認識多少少，咁佢教嘅時候就唔會驚學生叻過佢啦。咁出年發表嘅數字教育藍圖入面咧，就會將 AI 納入去呢個中小學嘅核心課程啊。你覺得成個過程對於學生啊同埋老師會帶嚟啲咩具體嘅影響？其實要睇就係佢喺邊個年級。嗱，因為咧其實喺而家嘅初中咧，其實教育局已經喺之前有一個嘅所謂嘅AI 嘅課程俾咗學校㗎啦。咁佢都規定咗學校要喺中一至中三裏邊咧有14個小時嘅課時咧係教呢個內容嘅。咁嗰個都係講 AI 為主。咁當然啦，而家喺小學甚至乎初小甚至乎高中，咁佢嘅涉獵層面係比較少嘅。咁如果有呢啲嘅話咧，咁我覺得係一條龍去處理嘅話咧，咁對於成個教育係比較順暢啦。老師就唔會話你中學嚟到中一嘅時候，原來你小學教咗啦，咁你又學咗嗰個未學，咁我上堂教咩咧？咁對於成個運作係暢順好多嘅。可唔可以都分享下嗰14個鐘頭教學嗰個內容係大概個內容係點樣嘅？其實咧就喺個 AI 嘅教育裏邊咧，當中我哋覺得我哋唔需要學到好深，唔需要學生學到好深，但係我哋覺得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 awareness， 即係起碼舉個例子，佢要知道佢用緊嗰樣嘢係 AI。OK， 佢要知道個 AI 嘅簡單嘅運作，其實背後都係一啲opportunity 啊，甚至乎數學嘅嘢嚟嘅啫。咁然之後你話佢識唔識佢自己創作嘅 AI 咧？佢未必識。但係而家科技進步，我哋覺得某啲科目咧，佢可以教學生能夠 integrate 到個 AI 嘅。我可能喺電腦堂寫個程式，我能夠 call 到個鏡頭，個鏡頭用到 AI。呢個 AI 唔使去寫嘅，但係 call 佢出嚟應用落我自己嗰個嘅發明嘅作品上高。咁甚至乎就係嗰個嘅我哋講嘅 ethics 啊，即係佢用 AI 做好嘢啊，做衰嘢啊，係呢方面我覺得係要喺成個過程裏邊，而家教育局嗰14個小時裏邊咧，都好着重呢方面嘅嘢嘅。咁嚟緊即係進階去到一個中小學嘅核心課程啦，你覺得同呢個初中嘅課程有啲咩唔同？你要有啲咩唔同，同埋會面臨啲咩挑戰呢？之前出嗰14個鐘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佢講緊嘅就係真係 AI 為主嘅。OK， 咁所以咧，其實正如頭先講啦，佢未必喺學科裏邊能夠涉獵層面咁高，佢反而就係令到學生喺技術層面上高認識咩叫 AI 嘅喺日常生活裏邊嘅應用，簡單背後嘅原理同埋啲 ethics， 好多時都係喺個電腦堂裏邊去教嘅。咁但係嚟緊應該係講緊喺各個科目裏邊，我喺中文科點樣用，我用嘅時候有啲咩要留意，有啲咩操守我應該要注意，喺唔同嘅科目上高個處理方法。咁喺嗰個課程設計啊，或者係資源分配上，你覺得會唔會都會面臨一啲困難咧？會㗎，會㗎。我哋聽到好多老師講，其實而家唔叫學生翻屋企作文㗎啦，因為你叫翻屋企作文冇意思㗎嘛。即係你叫翻屋企作文，有人會翻屋企真係作，有人會翻屋企用個 GAI 嚟作，咁你點衡量咧？咁可能調翻轉頭就因為科技嘅進步，會唔會其實有啲嘢你以前喺堂上教，你而家可能唔教或者改翻轉頭叫佢翻屋企去睇，但係喺堂上高就真係做個作文咧？因為呢個都係雖然可能將來10幾20年之後或者30年之後，其實啲人都唔會自己作文㗎啦，全部 AI 㗎啦，但係佢都有個 base 嘅。因為 AI 今時今日佢作出嚟嘅仍然係有一啲嘅瑕疵，或者仍然個可信度都係存疑嘅。咁喺優化個中小學銜接資訊同埋創科教育課程方面咧，你覺得喺設計銜接課程嘅時候，最需要關注啊同埋教授嘅地方係邊一方面啊？我覺得幾樣嘢咧，第一就係好似話就係個 key stage 上高要寫清楚，佢離開小六嘅時候，佢應該識啲乜嘢。
咁以便我哋喺教中學嘅時候，我哋會 assume 所有喺我哋面前嘅學生都係識呢樣嘢嘅。如果有學生唔識嘅話，咁呢個一係就學生小學上堂瞓緊覺啦，一係就個學校冇教啦。但係學校冇教機會係細嘅，因為已經有一個指標。咁第二樣嘢咧，我諗就係喺個師資方面或者個教學方面，因為其實而家喺學校裏邊能夠教到 AI 嘅老師，無論小學同中學咧，咁多數都係講緊佢未必係主要係教開電腦科嘅。呢個好 common 嘅現象，亦都係資源嘅問題。佢可能係兼教數學，佢可能兼教科學，甚至兼教體育。應該咁，佢主教體育、主教數學。不過佢兼教2堂嘅電腦。咁呢一方面你要去教 AI，其實係一個辛苦位嚟嘅，因為佢都要去為住佢30堂裏邊嘅2堂去做一個備課，相對嚟講對佢都有負擔咯。咁我覺得係嗰個師資啊，或者甚至乎係講緊個 workload 上高咧，呢樣嘢可能係一個障礙點。你講開師資嘅問題啦，呢個數字教育藍圖咧，亦都提及將會咧即係加強教師 AI 培訓啦。而家喺教師喺 AI 培訓上面嗰個準備程度又係點咧？而家因為教育局嘅藍圖未出啦，咁但係因為即係社會上都已經鬧得熱烘烘啦，咁包括即係我自己個會咧，都經常搞好多個老師講座啊，亦都 partner 好多嘅我哋叫做 partner 咧，就去搞好多高調嘅talk 啊、keynote 啊咁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好多學校都有咁嘅需求嘅。就算我哋個會，其實我哋都去咗唔少個學校做咗啲嘅教師分享啦，甚至乎 staff development day 啦。咁唔好講我哋個會啦，甚至乎其他嘅組織啊、教育局都有好多咁嘅 staff development。我哋見到其實好多學校而家都基本上會喺每一年裏邊嘅3個教師發展日裏邊咧，會其中有一個就係希望啲老師認識個 AI 嘅，咁以便佢哋喺將來喺學校教育啊、行政啊、備課啊、評估上高咧，佢都能夠善用到呢個科技嘅。咁但係前線嘅教師其實背景都各唔同啦。咁點樣令一啲教文科啊或者係常規課程嘅老師都容易啲上手去學 AI 去教 AI 咧？第一件事咧，教文科嘅同事咧，其實都可能好踢嘅 ，OK？ 咁同埋咧，我諗就係科技嘅進步啦，因為你始終呢個係一個我哋講緊一個生意嚟㗎嘛。咁所以譬如話銀行或者係金融或者係商業，其實都有好多可能佢對科技未必咁熟悉嘅人士。咁所以呢個就要靠啲開發者 developer 咧去做個界面，做嗰啲嘅所謂嘅 UX/UI 咧，係更加簡單，令到一個可能好基本認識對科技基本認識嘅人咧，都能夠處理得到。咁第二咧，我諗就係要令到個老師覺得我咁樣做嘅話，其實係幫緊我，減輕咗個工作量，而唔係話加多個 job 俾我，咁佢就會有興趣去學。咁近年咧都有唔少即係中學生、中學啦、中小學啦都會加入一個校本 AI 課程啦。你覺得有經驗嘅學校咧，即係點樣同多啲其他新嘅學校去交流，去做到一個教育啊咁樣嘅作用咧？呢個咧，如果自己一間學校單打獨鬥就好難嘅，即係你冇可能同我講，英華書院咁我哋做 AI 做得幾好嘅，有冇學校需要咁我行出嚟，咁呢個好難嘅。咁呢個通常就會係用啲association 啦，譬如我哋個會裏邊，我哋 compose of 唔同嘅學校嘅我哋叫前線人員啦。咁當有一間學校同我哋講Albert 我哋想入個教師發展學 AI 嘅喎，你幫唔幫到手啊？幫到，我幫你揾啲學校啦。咁因為我哋比較知道邊間學校呢方面行得快，亦都可能邀請佢，佢亦都 willing 去 share 嘅。因為我哋基本上喺香港嘅 IT 學界咧做得幾好，就係佢哋好肯去分享。咁最後咧，即係都知道政府好鼓勵學界去引入一啲企業資源啊。你覺得企業點樣可以幫助參與協作，同學校共同創造一啲貼地啊又符合教學場景嘅一啲 AI 教育工具咧？其實呢個咧都唔係 day one 㗎啦，即係由講緊20年前開始呢個專上科技教育咧，其實好多嘅我哋叫做業界啦，佢哋都好想去幫學界嘅，即係無論佢係諗住賺錢定係回饋定係貢獻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始終離開咗學校太耐啦，佢未必知道學校嘅 timeline， 未必知道老師嘅心態，未必知道而家發生緊啲咩事。咁所以有時佢哋如果自己又係一樣咧，去匿埋去做嘅話咧，咁係未必知嘅。我亦都見到常見嘅現象咧，佢成日以為學界需要呢樣嘢，佢覺得自己係家長應該需要呢樣嘢，但係講出嚟我哋覺得老師唔係咁嘅，咁學校唔係咁嘅，咁所以我覺得佢應該係要 partner with 一啲嘅唔同嘅學校啦，去做一啲 pilot 啦，咁以便能夠學校俾翻啲回饋啦。咁呢樣嘢我見到而家喺 GI 嘅年代咧，其實好多公司都有咁做嘅，因為佢知道佢嗰件產品花咗1年、花咗半年嘅時間去做，原來啲學校唔用嘅話，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蝕底嘅。正亦都係我哋個會其中一個方向，就係如果有啲商業夥伴有興趣嘅話 ，welcome。因為我哋唔想佢投入咗資源之後，最終冇咗。咁其實佢嗰個資源蝕咗之後嘅話，其實對學界又幫唔到，
對佢又幫唔到。如果我哋嘅 involvement 能夠幫到，咁就幾個 parties 都贏啦。好啊，今日就好多謝 Albert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哋下集再見啦。好，拜拜。